來看食安的問題，這是中壢油脂有一批大豆沙拉油呢，互人去檢到致癌物苯片皮超標4倍，另外閣檢到3種過量的碳氫化合物。台中市食安處是公布頭一波受到影響的名單，攏總是有224間業者，目前已經回收5747公斤。中壢油脂致癌物超過標準的油，全台灣即馬攏總有。台中市食安處展開擴大稽查，數落來要去市場、夜市、賣場查核落價回收的狀況。目前確認，復收已經回收5693公斤，復無回收54公斤，攏總回收5747公斤。那我們規定到今天12點之前都要全面下架。如果沒有下架的話呢，我們依食安法第7條的話，可以重罰到最高都可以到300萬。目前了解有問題油攏總1300公噸，其中福無摕到588公噸，福壽摕到421公噸，泰山是摕到291公噸，閣造成22個批號18項產品，會繼續追查。不過，根據中壢油脂上新的公告，這批油若驗出苯片比超過標準，閣發現苯片 N、苯片2這些化合物攏超過標準。我們依法規是半年一次。哦，對，我們3月11有驗的，3月11。所以這4月的料號就沒有。對，因為法規就是這樣規範，我們是照着法規在走。多含芳香族碳氫化合物，尤其苯片比，它會增加肺腺癌的風險。然後長期的話，也可能會增加腸胃道癌症的風險。另外，食安處嘛公布有問題油頭一批去倒位，復收水尾的公司包括貴族世家、美食家食材通路等等86個業者，服務是包括貴冠食品、廣達鄉食品、聯合利華等等，線裝的有27間，還閣有康達盛通、精華國際酒店、路易莎咖啡、樂協珍等等，湯裝的有111間，攏總224間。另外，彰化縣衛生局嘛繼續追查泰山的油。其實我們應該有個概念啦，食品安全不是檢驗出來的，因為檢驗其實是大海撈針。為什麼會產生這個物質？其實最重要的是它的原料，或者是製程，整個生產製造，假如都在一個嚴格的管控之下，應該不會有這個物質。根據食安法規定，食用油脂製造業者有工廠登記，而且資本額有3000萬以上，得強制實施一級品管自主檢驗，半冬也是每批上無愛抽驗一擺。不過代誌發生了後，大家攏認為頻率傷低。另外，針對原料嘛欠監督，目前雖望已經曉熱。不過，上北教育局統計，攏總有54間學校的營養午餐捌用過有問題油。目前台北市府表示，已經要求學校通知所有的家長，相關嘛會全面預防性落價。記者綜合報道。